金门最近雾雾是真严重，气象署早起搁再发布大雾雾特报，金门在地能见度是无到200公尺，嘛影响到航班甲小三通的船班，早起又有上百的乘客行程受到影响。还有吗？5号到15号的旅客还有吗？旅客看到大包小包的行李，甲机场开甲满满，边仔座位的休困区也全部拢是人。民众到现场则被通知讲航班暂停起飞。 甚至也有人错过候补的班次，甲柜台人员闹甲真无欢喜。我107你叫过了，107挂号了，后来的过地龙是这样哦。安排好的行程全部拢被拍乱，愈加是受气阁无奈。几落大座班机紧急停飞，造成真侪旅客延误，影响人数超过100人。 有人是最后暗就来机场等，已经等几夜嘛。我们昨天来的哦，所以昨天就没有搭到，对不对？没有搭到，很麻烦。还好是284，他这个今天来的就多了，500多了啦。记得回去啊。遇到雾季没办法，那就顺其自然了。是不是只要能回去，什么都好？应该是这样。原来金门受到大雾雾的影响，能见度无好，班机临时取消，当地规个雾茫茫，连开车拢还真细致。 真侪路段是手伸出去拢看不到砖头啊，就想要坐船，小三通的船帮，吹到早起也停航。早上是因为雾嘛起雾，所以6点半就知道早上的雾很大，所以6点半就公告9点会暂时延误了，到9点50就雾散了，就恢复正常。中央气象署伫咧吹到早起发高雾特报，金门已经出现能见度无到200公尺的现象，但是金门港务局讲。 伫即马大雾雾的情形有小可较消散，能见度有变好。早起9点50分了，船班已经恢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